香港嗰個大火災，世紀大火災咧已經發生咗差唔多成個禮拜，即係頭七啦。咁而家咧一共咧就係死亡人數咧係156人，咁係相當嚴重一次火災嘅災難，世紀性嘅，亦都係震驚全世界。咁而家咧香港即係或者係海內外嘅媒體咧，都係集中響即係鬧個政府啦嚇，即係鬧李家超啦咁。咁李家超係咪好有能力呢？咁樣發生咗呢件事呢，就肯定就唔可以咁講話佢即係唔講得有能力啦，係咪？咁佢或者好聽話，但係冇能力嘅話，亦都係會俾即係中央政府啦，帶嚟好多麻煩。咁另外一個就話即係鬧政府啦，但係有時覺得即係我哋嘅即係心態呢，仲係即係話要依賴政府。咁樣到底你係依賴政府呢，還是要依賴自己去救自己，還是依賴政府去救你呢？所以呢個亦都係一個即係一個思考嗰個方向咯。咁政府係人做出嚟嘅，咁人肯定有錯。有政府嘅地方，全世界都係一定係有貪污嘅。嗰個政府嘅機構越多，越臃腫嘅話，貪污咧就越難控制嘅。你檢查得到邊個？廉政公署 ICAC 都咁耐啦，係嘛？咁係咪就可以將嗰個即係貪腐全部即係話即係減低或者點呢？所以好多時咧政府越龐大咧，嗰個貪污係越難控制嘅。你都唔知監管到邊個。咁另外一個啦，作為即係話市民啊，即係平民百姓啊，你下下都依靠政府，咁係嘛？你唔講出嚟，你遇到啲咩困難，政府點知道？咁大嘅政府點知道啊？咁個個人係嘛？幾千萬人個個打電話俾政府，佢一個政府啊點管得你咁多每個人呢？咁你嗰個議員啊，係負責你嗰個區嘅事務㗎嘛，係嘛？你應該有咩事咧，就第一時間要通知你嗰個議員，咁佢同你處理咯。即係話自己事咧，就即係自己事自己驚咯，即係自己保護，即係依賴自己，只有自己先可以救到你自己咯。咁你一見到有咩唔對路，或者自己發生咗咩事情，你肯定第一時間要講出嚟啊！即係話講多幾次，講到係嘛？你個議員啊，你個政府可以幫到你咯。如果你唔講，政府點知你發生咗咩事呢？所以其實歸根到底，你都係要依靠自己嘅，已經靠自己去反映自己嘅情況啊，揾人